每3档举办一摆甲台南展，首次伫新加坡举办，超过60间当地甲海外业者参展，展示超过100种以上的兰花品种。台南市长王伟棣特别前往新加坡参加。APOC will be held in Tainan City in 2025.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visit Tainan to join such a grand orchid event and get to know this city's rich history, culture, delicious cuisine, and nature resources.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all in Tainan. 王伟棣伫甲台南展闭幕仪式当中，全程以英文致辞，伊介绍台湾有兰花王国的称号。世界当中每3蕊兰花就有1蕊来自台湾，其中台南出产的兰花，仅占台湾兰花总出口的一半。可以看到，在我背后就是我们台湾兰花协会以及所有台湾的优秀的农民他们所种的这个兰花来这边参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想，台湾作为兰花王国实在是当之无愧。因此呢，我想第15届亚太兰展在2025年由台湾主办。那接下来的世界兰花会在2024年，就在明年，也是由台南主办。台南成功争取到明年度的世界兰花会议，暌违21档后再度主办到台南展，非常的难得。市长王伟棣也特别参观到台南展的展场甲单位的规划，作为台南后续接办举办国际级兰花活动的参考。台南新闻综合报道。